因为一份体贴消费者的心意，将鸡肉升级变成鸡精，培养出市中的人客，食过两三代。一出简单的古早味猪油，说是自细汉到大汉，妈妈伫咧饭桌顶留落来的温暖。因为自细汉就拢看妈妈咧煮食嘛，食妈妈的物件，感觉妈妈的口味真好。红土是一种较无养分的土质，食的人煞会当为红土种出黄金。上青的海产，空运直送餐厅，三兄弟啊，齐心拼出上有人情味的好滋味。盘手礼800种，但是这项传承古早工法的肉角，你绝对袂当错过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一出简单的古早味猪油，说是自细汉到大汉，妈妈伫咧饭桌顶留落来的温暖。红土是一种较无养分的土质，食的人煞会当为红土种出黄金。上青的海产，空运直送餐厅，三兄弟啊，齐心拼出上有人情味的好滋味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